叱咤樂壇我最喜愛的男歌手。嗱，呢位我最喜愛男歌手當然就有好多樂迷投佢一票，好多人中意佢。但係相反，佢就覺得自己好難頂，因為佢慢慢發現佢分裂咗兩個嘅佢出嚟。一個嘅佢呢，就為咗佢嘅表演，佢好專注、好專心、好投入、好任性，唔聽人講。但係另一方面喺佢心嗰度，佢一個小朋友，佢好理性，佢好想俾多啲愛大家。不過唔緊要，無論佢係邊個，樂迷都係最喜愛佢。無論佢係姜 A、姜 B 定係姜 C，叱咤樂壇我最喜愛的男歌手姜濤。叱咤樂壇我最喜愛的歌曲大獎。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要頒發今晚最後一個嘅大獎啦。咁啊，公佈結果之前咧，我哋先請呢一位嘅頒獎嘉賓，佢就係商業電台董事及行政總裁陳靜嫻小姐。好啦，有請 Rita 咧同我哋點一點四區嘅票數方面係點啦？我哋四位嘅同事已經喺度啦，係咪？先請我哋 A 區嘅 Woody 交俾你。A 區嘅票數如下 ：Lemonade 89票 ，On a Sunny Day 775票，四月物語481票，給千億火星選中的2人102票，説謊者550票。好，跟住到 B 區嘅孫 Lemonade 202票 ，On a Sunny Day 2062票，四月物語521票，及千億火星選中的2人108票，説謊者592票。跟住有請 C 區嘅阿強。你都好緊張啦，我都知道。我哋俾鼓勵阿強好唔好啊？嚟到 C 區啦 ，C 區嘅票數係咁樣嘅 ，Lemonade 126票 ，On a Sunny Day 1813票，四月物語470票，給千億火星選中的2人92票，説謊者519票。好，跟住 D 區，我哋有請 YY。係，而家係 D 區嘅票數 ，Lemonade 84票 ，On a Sunny Day 569票，四月物語514票，給千億火星選中的2人118票，説謊者659票。哇！好，有請 Rita 幫我哋講出 On a Sunny Day 姜濤。繼續都係姜濤。不過因為姜濤咧今日咧就有工作在身咧，未能出席咧去答謝大家啦。咁啊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有請呢一首歌曲嘅曲詞編出嚟同我哋一齊分享呢個說明，亦都有我哋嘅呢一位嘅領獎嘉賓，就係 Makerville 藝人管理、表演及演唱會業務副總裁 Karen Lee 小姐。係啊 ，Karen 已經喺度啦。好，仲有呢一首歌嘅監製 Ever Chan， 作曲編曲 James Wu， 仲有陳詠謙，一齊分享呢個說榮。恭喜晒！
哋進場。然後攞咗呢個獎，所以都係想多謝阿姜揀咗呢首歌同埋演繹呢首歌。都多謝所有投票俾呢首歌嘅朋友，然後都想多謝屋企人支持我去做音樂，亦都多謝女朋友都支持我去做音樂。然後呢一晚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晚。首先代陳軒先生咧就同大家講聲多謝，多謝商學。咁就而我自己方面咧，我想講下呢首歌嘅內容關於抱。咁今年工作都比較繁忙，咁我好想多謝我屋企人，因為喺其實 OK 嘅，唔使 keep 住錄。